訓育組為咗培養正向關愛嘅校園文化，宣揚仁愛嘅訊息，促進同學們嘅同理心同埋尊重他人嘅態度，亦希望提高同學們對欺凌嘅認識，從而建立良好嘅朋輩關係同埋校園氣氛。喺嚟緊呢2個星期會舉行仁愛和諧週活動，其中包括1連5集由3、4年級同學聲音演繹嘅5間中央廣播小劇場，同時配合電子白板顯示嘅4格漫畫，讓同學一齊思考欺凌事件嘅影響。另外喺午息期間，我哋會輪流去到各個樓層進行有獎嘅配對遊戲，讓同學從中認識欺凌事件裏邊嘅角色同埋應做嘅行為。完成配對嘅同學可以換取小禮物1份喎。而高年級嘅同學更可以帶同你哋嘅 iPad 進行有伴小測，以線上心理測驗嘅方式測試大家喺朋輩相處之間有冇守護他人嘅正能量。完成小測都可以換取小禮物1份㗎。最後仲會有各班嘅仁愛之星表揚活動，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積極參與，密切期待。我哋會為大家先送上一張小卡片，入邊輯錄咗欺凌嘅定義、欺凌行為嘅分類，仲有欺凌事件裏邊4個唔同角色面對欺凌嘅時候應該如何應對嘅正確行為。同學們除咗可以帶返去同屋企人細閱，認識一下欺凌嘅元素，呢一張小卡片亦都適合讓大家放喺自己嘅學生智能卡套裏邊，以便日後有需要嘅時候作提醒之用嘅。咁事不宜遲啦，接下來會先請5間廣播小劇場嘅4位角色自我介紹一下，請大家細心欣賞。仁愛和諧週之反欺凌小劇場。我係3 boy 班黃浩林，今次聲音演繹領物。領物係一隻檸檬精靈，性格較為沉實同埋內斂，所以喺人群中往往不易受到重視。我係3C 班謝子博，今次聲音演繹霸王花。霸王花係一隻有領導天賦嘅西蘭花精靈，佢嘅外形強壯，性格強勢，所以容易影響他人，有時甚至用呢樣嘢去壓迫或者控制同學。我係3B 班林卓耀，我今次聲音演繹花生仔。花生仔係一隻果實精靈，佢總係鍾意查探同學們嘅小秘密同埋故事，而呢一份好奇心亦都驅使佢成為咗一位天生嘅信息收集者。大家好，我係3B 班羅雲軒，我今次扮演嘅角色係胖胖。胖胖係一隻樹精靈，頭上面嘅幼苗正係茁壯咁成長，象徵佢對生命充滿熱愛同埋盼望。故事旁白：4A 班梁貝兒同學，4A 班許廷軒同學。